你喝那么急干嘛？这不是你惯的吗？我又不会弹琴，只能为你要，让你早点好。谢谢。我陪着你，早点休息吧。原来生病有人照顾，是这个感觉啊。等你睡了我再走。我睡不着。你还记不记得，小时候你睡不着，拉着我弹琴给你听？我不弹，你便要罚我。平儿，你可真好。你要走了？天色已晚，毕竟男女有别。好，不为难你了。我明早再来。花园男子，说一套做一套，嘴上说不弹琴，实际上偷偷苦练，勾引女子，真不要脸。何阳，你喝那么急干嘛？这不是你惯的吗？我又不会弹琴，只能为你要，让你早点好。我又不用你弹琴，你能这么来照顾我，我已经很感谢了。以前生病都是一个人的。这次有我在呢。
以前生病的时候还要写剧本，剧本没写完还要被催，整个剧组的人都等着你。什么剧组啊？不敢生病，也没时间谈恋爱，写不好爱情剧还要被演员嘲笑。慢点啊！说什么胡话呢？啊！你是城主之女，谁敢逼你？你呀，大老虎。三公主病了，需要好生休息。明天早上，你把门锁起来，谁都不许进，尤其是裴恒。明白。